秋功過，問誰決定？歡迎收睇《地球大神秘》，我係鄭子誠。大家好，我係關善華 Angela。貴為四大名香之首嘅沉香，絕對係造物主匠心獨運嘅驚世傑作。沉香木要經過受傷喺自我保護機制之下，分泌樹脂修復傷口，而呢啲樹脂竟然具有神奇嘅藥用功效。沉香樹脂嘅香氣有助舒緩壓力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抗菌消炎。除咗可以聞，仲可以食用，因此價值非常高，甚至有木中鑽石嘅美譽。神奇嘅沉香樹播種過程喺植物界係非常獨特罕見，而且背後仲暗藏一個驚人嘅騙局。沉香樹每個部分都突顯出造物主嘅精心設計，而沉香果實傳播種子嘅設計，充滿住造物主賦予嘅生命智慧。上一集我哋去到馬來西亞怡保尋找價值連城嘅神奇樹木沉香嘅奧秘，今集繼續拆解同沉香有關嘅神秘謎團。沉香樹通常喺種植第6至7年就開始開花同結果。沉香果實嘅構造相當精妙，佢嘅神秘之處就係喺佢成熟嘅時候，竟然會好似撳咗開關掣咁，果實會精準咁裂開成兩半。當沉香果實裂開，裏面設計嘅彈射裝置就會將種子用2條細絲懸掛喺空中，就好似嬰兒出世之前有臍帶連住母體。呢種特殊嘅連接方式喺植物界相當罕見。不過呢種設計絕非偶然，而係一場種子大逃亡。原來當中嘅奧秘係嚟自吊住嘅2粒種子，遠睇好似2隻受咗傷嘅昆蟲，佢哋仲會發出類似受傷昆蟲嘅氣味，用嚟欺騙黃蜂呢一類肉食昆蟲。當呢啲昆蟲飛嚟獵食嘅時候，就會咬斷絲線，將種子帶走。由於沉香種子屬於難儲藏型，水分含量下降嘅時候，存活率亦會好低，因此唯有製造騙局，先可以盡快利用到昆蟲掠食者嘅本能嚟幫助佢哋播種。沉香果咧係好特別嘅上帝嘅設計嚟嘅。當佢熟咗之後咧，佢會爆開，咁啊種子會跌出嚟。但係種子跌出嚟咧，又會跌唔晒嘅，因為咧佢會有2條細絲連住個種子，吊住就咁吊住，懸掛住，直至到咧有蜜蜂經過去食佢哋啦，或者係大風吹咧，先可能將佢帶走。果實裂開同種子懸掛嘅結構，加上氣味模仿，神奇嘅沉香樹創造咗一個高效嘅散佈系統。造物主嘅精妙設計，竟然連昆蟲嘅獵食本能都被利用成為沉香樹繁衍嘅工具，每處細節都指向一個超越巧合嘅智慧。而將沉香果實加入成為製造沉香茶嘅材料之一，令沉香茶嘅養生功效更顯著。你做沉香茶嘅時候係咪都用到呢啲？我哋需要用到呢個部分啦，經過提煉正能夠用，爆到七七八八啊，咁亦可以攞嚟做沉香茶。沉香木雖然可以製成沉香茶呢一類食品，不過並唔係所有沉香都適合食用，而且服用過量有沉香成分嘅藥物，亦可能會引致腸胃不適，增加肝臟同腎臟嘅負擔。而家中國都好多人做沉香茶嘛，但係都唔係好成功嘅。咩原因呢？野生沉香唔可以日日服用啊！你飲3杯，飲上3日落去啊，你嘅肝啊就會硬化。馬來西亞都有4種，有一種馬拉坎斯嘅啲藥性好強啊。當你攞佢嘅葉嚟攞嚟做茶飲啊，飲3個月都唔夠啊，肝就第4期噶啦。但係我呢個沉香茶，2007年開始飲到今日啦，我哋仲係咁樣喎。沉香樹嘅神奇奧妙之處，我哋同樣可以喺怡保呢度佔地300畝嘅沉香樹林之中尋找得到。呢度所種嘅沉香樹會用嚟製造各種意想不到嘅沉香食品。呢度嘅沉香能夠成為健康食品，
當中竟然源自一個驚世故事。一個家族，姨姨嘅家族諗到咁好嘅嘢，就係皇室家族正能夠擁有。呢個中國姨姨啊，就諗到唔愛咁自私啊，愛俾佢普通化，每一個人民都能夠擁有到啊。跟住咧，佢就離開中國，走去日本。但係日本就唔可以種沉香啊嘛，日本係有落雪，所以佢走去菲律賓嘅島，佢就秘密種咗，慢慢去東南亞國家揾遍嘅10幾種沉香翻嚟，慢慢配種，經過配種都幾百年啦。佢知道咁好嘅嘢啊，唔可以失傳，所以佢哋有耐心咁樣慢慢嚟研究研發出嚟。全世界係得一個家族研究呢個沉香茶啫。不過呢個御醫家族經歷咗幾百年嘅堅持同努力，喺未見到成效之前，卻又幾乎要眼白白咁睇住所有成果付之流水。因為喺90年代，美軍唔單止要將御醫家族種沉香樹嘅呢塊地收返，仲要將所有沉香樹摧毀。於是呢個家族嘅傳人唯有為沉香樹再揾出路，去再培養到200棵嘅沉香苗出嚟，希望能夠喺呢個世上揾一個有賢人啊，去種。馬來西亞佢曾經揾過好多大集團，佢講你啊種啊，你啊必須要種15年，哇！人哋聽到15年啦，人哋就掟佢走噶咯。係啊，冇興趣啊，投資15年先有利息收。人生有幾多個10年？要成為食得嘅沉香呢 David 除咗要努力耕耘，等待沉香樹收成，仲需要靠一本絕密秘笈。中國嘅歷史啊，其中有一個就講到沉香。沉香咧就係神賜之樹，藥中之王。你覺得係上帝揀選咗你，然後亦都俾你有一個咁樣嘅咁大規模嘅沉香園？恩賜啊，係嘛？恩賜啊，呢啲叫做上天俾我哋嘅使命。佢哋講其實係一個竹簡咁樣嘅一個配方，其實喺你裏邊。咁呢個配方係咪係絕密唔會公開嘅？係好秘密嘅，唔可以放出嚟。嗰啲字我哋都唔識嘅，古字嚟嘅。古字好古老嘅字，係中文字或者係日文？中文嚟嘅，但係嗰啲字好艱難寫嘅，嗰啲古老人正能夠睇得出嘅，都俾佢重鑄到好咩開噶嘛，佢仲可以講出嚟，點樣點。呢部絕密秘笈既艱辛又難明，如果唔係得到御醫家族傳人呢位高人親自指點 ，David 絕對冇可能理解得到沉香嘅功效到底可以有幾精妙神奇。日本人講話，你種咗沉香啊，你將來15年後，我俾你嘅配方36種配方，你一去慢慢研究出嚟。你愛起廠，你可以做沉香茶，可以做沉香精華，發揚光大，造福人民。David 啊，嗱棵樹咁高啦，點樣可以摘到啲葉落嚟咧？當我哋要摘上嗰個葉嘅時咧，我哋有動用呢一架機電鋸啊。就咁樣一鋸佢就成卡落嚟，我哋攞入去工廠嗰度提煉啦。即係唔係逐塊葉，就係一個枝咁樣鋸落嚟，跟住就成棵咁樣。因為我哋嘅沉香茶咧嘅葉啊，佢會比較厚身，係好硬噶。越厚身咧就嘅肉越好，越有效。工人會將收割好嘅沉香樹，先用人手分開樹葉、樹枝同果實，然後將每個部分放入機器烘乾同磨碎。磨碎晒嘅樹葉、樹枝同果實就會用機器包裝好，成為可以服用嘅沉香茶包同沉香茶粉，而且仲可以開發成為唔同嘅菜式。我知道沉香園裏邊嘅沉香咧係可以食用，但真係估唔到咧，沉香可以煮咗咁多餸菜出嚟。我介紹咧，我身邊呢一位大廚 Ashley， 可唔可以話俾你聽點樣食呢個沉香宴呢？首先我哋需要飲呢個沉香醋啦，咁樣咧呢個醋咧其實係用沉香茶去發酵出嚟嘅，佢本身有好多嘅益生菌，對我哋嘅消化系統係非常之好嘅。
酸酸地啦，有少少帶甜嘅，飲咗之後咧，成個喉嚨好舒服咯。係啊，呢個可以幫助我哋開我哋嘅胃。聽聞咧，沉香都可以用喺湯裏面嘅喎。咁樣呢度咧係一個沉香茶嘅粉啦，咁樣就係撈落去正飲嘅。試下，試下咩味先？呢個湯咧不單止有沉香片啦、沉香茶啦，同埋有白黃花啊，同埋個蟲草花，同埋個螺乾片、杞子、紅棗、紅柚、南杏、北杏。唔怪之飲出嚟咧，仲有少少回甘嘅味道。呢個湯咧係對我哋嘅肺部好好啦，可以清肺熱啦、滋潤啊、滋陰啊，同埋幫我哋清潔我哋腎。試下呢個沉香飯好冇啊？我哋有2種嘅沉香飯啦，一個係沉香竹筒飯咁樣樣，另外呢個咧係甜酸苦辣。甜酸苦辣係啊三色飯，係咁得意嘅個名。係啊，呢個係甜啦，係人生代表人生嘅甜。人生有甜嘅時候，甜嘅時候係啦。咁樣個酸咧，其實係嗰個木瓜酸，然後係用我哋呢個醋茶嚟秘製嘅。咁然後呢苦係咩啊？個苦係苦瓜啦，係脆口嘅。唔苦嘅，細路都會好中意食喎。係啊係啊係啊。辣就係我哋嘅平時嘅辣椒啦。睇辣唔辣先？我好驚辣。唔辣喎，還好。咁但係平時唔係咁食嘅。係啊，要配嗰個飯啦。嗰個飯咧就係嗰個黃色嗰個係黃薑㗎啦，黃薑飯啦。然後藍色嘅咧就係南花，然後嗰個黃黃地嗰隻係沉香茶飯。沉香茶飯呢個雞叫做潤巴雞，都有用嘅沉香粉嚟醃過嘅。呢個竹筒飯咧，其實係我哋有用嗰個茶包啦嚟。加入嗰個竹筒嚟入邊去煲呢個飯嘅，咁樣樣去焗嗰啲沉香嘅味道出嚟啦。仲有我前邊呢一個係可唔可以介紹下？呢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麵啦，係叫做沉香拉麵、宮廷拉麵，係皇帝專門享用嘅麵。沉香以前響古代咧，淨係皇帝先至可以享用㗎。咁我哋食到真係都好難得，好感恩。係啊，你好似皇帝咁樣噶啦，放一啲沉香粉喺入邊。其實咧個湯底咧好清。平時咧如果食呢啲湯麵咧，可能啲湯底會結啲啊，黏口啲。佢而家成個感覺咧係好清新，好適合夏天食，我覺得。係啊，仲有一個巧妙啊！呢個麵你可以加少少沉香醋落去。好喎。係啊，試下，有另外一個口感。我覺得咧加咗醋落去之後咧，嗰個甘味咧會更加出味咯，同埋好開胃咯。咁即係如果成個麵食晒都唔夠食，我可以食2個先得喎。好特別嘅沉香咧，即係可以用喺食物養生裏邊咧。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值得試一試。係啊，呢個係沉香燉桃膠，非常之潤。嗱，我見到有桂圓啦，咁咧通常啲人話食咗之後咧係會令到安睡啦。咁如果係加咗沉香，可能食完之後我瞓覺會對我有幫助嘅咧。沉香茶本身就係對睡眠好好，非常之好。加響呢個桃膠上咧，尤其是你夜晚享用呢一罐沉香桃膠糖水，你真係會瞓得好緊要冧。仲要係養顏，係啦。咁我食完之後話俾大家聽，我聽日咪靚咗先。咁佢凍食有一種好清涼嘅感覺。好，呢個叫做沉香麻糍啊，掂一啲沉香嘅粉，係試下。加咗呢個粉咧，我又覺得嗰陣味咧係好特別嘅，食落去咧，你會成個感覺咧係又想食第2嚿喎。而且個沉香唔會俾你感覺好苦啊，加落去真係好舒服啊，真係好彈牙。最後嘅咧，呢個係沉香龜苓膏啦，同埋桂花糕。我試桂花糕。好。我見到裏邊咧又加咗一個嘅杞子，清香咯。甜品有多時都係食落去嗰啲糖咧，感覺係假糖。咁但係而家食落去咧，冇咗嗰個負擔。沉香啊，仲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可以幫我哋穩定我哋嘅血糖啊，佢可以幫助我哋去消化呢個糖。
呢個有個好處咧，即係其實佢嗰個 size 啊，啱你一啖過啦，同埋咧佢個圓嗰個張力咧，咁我覺得呢一種食法咧係好特別。Ashley 呢啲係咪好多係你自己設計出嚟㗎？係啊，因為咧喺馬來西亞咧，我哋有好多民族啊，咁樣我哋都係需要去製造一啲好特別嘅菜式，帶出我哋嘅沉香嘅特點嘅，試晒全部沉香嘅食物啦，飲翻一杯沉香醋。謝謝你。我哋大家乾咗佢，一齊祝福大家開開心心。而喺沉香園呢度，仲有唔少珍貴嘅沉香收藏品，價值之高，可以話係超乎想像。嗱，David，聽講喺我哋面前呢嚿咧，係你哋沉香園嘅鎮店之寶嚟嘅喎。點解啊？又點解咁珍貴咧？係啊，呢一棵咧係1992年我哋種，佢冧開落嚟。呢支沉香咧就好特別，呢支咧就實心嘅，成支實心嘅。有時會食到呢一度。呢度食咗少少，但係入邊都係實心嘅，所以價值咧，價值就係呢度。係咪你哋沉香有時都會有分唔同級數嘅？沉香咧呢個級數咧就係 A 級嘅，呢一支嘢都40-50公斤喎，所以好有水準喎。而家市價你講喺馬來西亞喺中國大陸冇價之冇。聖經記載，遠古時代有一場滅世大洪水，挪亞一家將各種動物帶入方舟，但係植物又點呢？沉香樹本身咧，佢如果有遇到水浸，唔超過1個星期咧，佢就開始腐爛㗎啦。咁我相信咧，當年大洪水佢一定係唔能夠再生存㗎啦。所以我相信咧，當時挪亞係有帶到沉香種子上船嘅，所以寫到我哋而家都仲可以見到沉香樹。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咧，就有同挪亞當年係有啲相似嘅。如果我哋唔照顧好沉香樹同埋佢保養佢咧，佢好大可能就會喺地球呢度絕種㗎啦。好開心啊 ！David 咧送咗2棵啊，呢個沉香樹嘅樹苗俾地球大神秘。為咗要將沉香樹呢個珍貴寶藏傳承落去，我哋攝製隊亦喺怡保呢度參與種植沉香樹。主，我哋多謝你，感恩咧，今日我哋種咗2棵沉香樹喺呢一個地方，代表香港嘅地球大神秘呢個節目種落嚟嘅。我哋求主嚟祝福呢2棵沉香樹咧，真係有好好嘅成長。下一集穿越生死邊緣，追尋神秘巨花嘅可怕真相。千秋